講完橫財之外，我講意外財。意外財我解釋過個原因啦，就係即係話佢個定義就係本來賺10萬，賺夠15萬咁。意外財一般嚟講係好嘅，但喺紫微斗數裏邊睇意外財嘅星呢，就好多時見煞，然後先有意外財嘅。紫微斗數嘅人大家都知道，裏邊有火星、鈴星、擎羊、陀羅4粒煞啦，好多時呢要見火星、鈴星先有意外財嘅。因此意外財雖然係比橫財正當啲，但係呢，有時仍然係因為個煞嘅影響啊，使到個性質唔係咁妥嘅。所以逢有意外財嘅時候呢，就紫微斗數有個規律啊。佢話呢，喺呢個宮位得到意外財，行流年再行翻呢個宮位就會意外破財啦。同樣一組星，第一次行得意外財，第二次行就因為咁樣又破財。嗱，呢個其實又好有哲學道理嘅，因為我哋又話有句成語話得意不宜再往。如果得意再往嘅時候呢，往往第一次得到好處，後來呢你就會因為貪得無厭，得意再往，又咁樣引導翻你做破財嘅決定，或者做破財嘅事業。咁呢一種就係紫微斗數我哋研究落去覺得含有哲學道理嘅地方。就亦可以舉一個實例，就有一個朋友好多年前我同佢推算，佢有筆意外財。呢筆意外財嘅手段呢，就唔係十分正派，但係好合法，合法而唔合理。咁我就同佢講，我話我建議，假如你真係碰到咁嘅情形之下呢，我勸你唔好攞呢筆意外財，或者將呢筆意外財你意外嘅部分捐咗出嚟做慈善事業，捐俾慈善機構。咁個朋友就後來就冇聽我講，咁佢得個筆意外財好得意嘅，佢買咗人哋有一個孤兒寡婦將一笪地按咗俾佢。咁個笪地呢，發現好靚嘅石礦，就開咗呢個石礦，佢就發相當大嘅錢。咁呢個按地俾佢呢個人呢，就當然追究佢按笪地俾你，冇叫你刮我地裏邊嘅嘢使用啦。咁但係你知道咧，有錢走法律罅就乜都走得通嘅咧。當然呢一個無財無勢嘅地，原來個地主梗係唔夠佢打啦，而且打官司你知道有得拖嘅，拖得幾拖咧？老實講拖得5年10年咧，就乜嘢都拔清啦。輸咗官司再俾成笪地送翻俾你都冇事啦，個笪爛地你有鬼用咧？咁呢個係咪意外財咧？係呢個意外財，因為佢合法啊嘛，佢唔合理，但係合法。咁結果就因為咁呢件事，佢就食髓知味啦，就專門去派好多手下，因為有錢啦，可以組織個大嘅機構啦，去專門揾人哋。佢自己做到好靚嘅地理研究、地質研究，知道乜嘢地有可能有石，乜嘢地可能冇石，有可能有嘅佢就去漏人哋點樣，可以有啲巧取豪奪嘅意味。但係個具體事實我不便講出嚟，我可以講個結果，佢就係因為咁，後來搞到傾家蕩產，仲陷於牢獄之災。當然係因為咁撞咗大板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紫微斗數講，咁樣嚟，咁樣破，
所以有時以外財，你要衡量嘅性質正唔正當，係咪問心無愧。如果係嘅話，你當然可以受咗我呢筆財；如果唔係嘅話，你要留意，古人俾一個警告係警告得好忠厚嘅。佢話你咁樣嚟嘅時候，再碰翻呢個宮位，你會因此陷於災難。呢個即係話叫你得意不宜再往。你做咗一次虧心事，唔該你唔好再有計劃嚟到再組織不斷咁再做虧心事。呢個係一個好忠厚嘅警告嚟嘅。而呢個警告可以話絕對唔合迷信嘅色彩，絕對事態嘅發展合乎常理嘅。我咁講呢，其實就係有個少少嘅願望，希望大家錢財係身外嘅錢。我唔係因為我自己信佛教就迷信，我可以講喺佛教講啊，佢話人個身係有光嘅放出嚟嘅，呢啲光線係保護你嘅作用嘅。就譬如羅漢啊，個圓光個頭有個圓光，或佛亦有個圓光，呢啲其實係將佢具體化嘅。呢個保護你嘅光明咧，就而家通過紅外線攝影嘅各樣咧，係有啲人係影到出嚟嘅。大致上一個人如果問心無愧嘅人咧，佢個光係強好多嘅。如果個人做咗虧心事啊嘅時候咧，佢個光係會減弱嘅。因此呢個光輪嘅保護作用，而家已經有科學家嚟研究緊，是否肯定唔知，要等科學研究嘅發表。但我哋姑且相信，我哋就會覺得錢同生命衡量，除非你覺得錢仲緊要過生命，否則嘅話，你要珍惜你自己嘅福澤，可以話珍惜你自己嘅保護你嘅光輪。